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14拜年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名路巷带引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发展。今日近边的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还是有一个天时节气，会同大家来分享哦。近边的北部地区乡亲朋友，伫早晨放松时间呢，可能还是会感受到一个天时有地位凉凉哦。请注意呢，主要说到讲亚称太多冷气团的影响。近边的全台湾呢，清大温喺啲早晨差不多3点半的时间出现啲桃园的太海鸦片。咩係人嘅客家中哦，你大部分呢將8點7度暗帶，不過呢都會動足夠後啊，一個天時就會漸漸嘅停電，一個大量冷氣團干擾，就會變到寒啊小暖呢。稍來也建議呢，一個天時呢會。高溫呢，差唔多呢會來到差唔多27啊28，感覺起來呢又會有地位長一天哦，請鄉親朋友要注意天時變化。好，近邊一開始一個疫情方面呢，因為先來看到一個自由時報，自由時報呢，佢當個呢又同大家呢來講到籌備台灣新型的疫情。第一籌備時間呢，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講，台灣呢有新增加5個武漢肺炎的確診個案，佢其中單都係對境外細路來嘅，然後呢，53人當中呢，有13人，佢係從佢係啲美國，佢啲前幾年嘅時間轉來就有確診嘅，然後呢，40人加到呢係歸證人，第3年初5嘅時間，去到亞嘅南民族嘅片，從一個三福公主號，也呢加到有歸證人有70人，也竟然有70人都確定測試到一個武漢肺炎咯，亞兩個案呢，其實呢也都有當人來討論，先來看一下人嘅新聞報道。我國13新增加5個武漢肺炎確診案例，仲係境外3人，全國累計393例。其中新增加嘅確診案例，有4個係之前從三福公主號就能夠入閘，另4個人頭3個親友總共7個人，5月15係美國秘魯巴西等國家旅遊，3月初5對阿根廷初選，本來3月19結束紅牆，不過因此阿根廷到幾個國家封鎖邊境，造成郵輪投海紅漂流幾人，4月初4就選停靠邁阿密港。頭11日見，指揮中心講，入境嘅時就有5個人上面，有可能嘅鏡頭，4個人感染確診，其他3個感染陰性，底下hand頭是種檢測。機上安排的位置是幾乎是完全的隔離開來，在最機尾的最後，然後他那個艙最後那個艙裡面，大概除了他們7個人以外，大概不會超過20個人吧。好，非常的離得非常的遠，進來我們就到集中檢疫所，那採檢，那一切都把它做最高規格的來處理。我為自己確診案例按393係10日確診嘅按384嘅本樣，3月29同4月初日陸續出現鏡頭，10日對其從疫檢療後係自然感染，頭13確診。不過指揮中心講，按393同按384對2月底就冇見面，可能係做些嘅事能夠接觸到確診嘅人切到。他們的說法是說，他們在一個工作職場的有一個確定病例都有工作過啊。所以，等於這個部分事實上是在後面去詢問疫調之後才知道，也就是說，一開始他們跟這個我們原來在台灣的384的這個並沒有一個接觸史啦。好，只要跟小朋友講，就是說，其實口罩的顏色，都一樣，大家都可以戴。那粉紅色其實不錯。我係針對生意有媒體問，家中環境寫下來引致小氣學校為本堂好消極，唔肯帶分phòng食在 M， 指揮官前時中媒體別頭記者揮紅，同所有關鍵強下帶分phòng食在 M， 韓公細漢嘅時前後款卡通分phòng包，分phòng食其實只好款，先先來示範，希望民眾世界變，先撇近天愛用物嘅人世界真相。客家新聞網偵查兩片台報道。剛剛啲人嘅新聞報道都好啊，你就看到一個指揮中心係正經動用心冇，唔知大家呢有注意到冇？啲籌備嘅時間呢，包含一個陳時中，韓國有所有參加會議官員都有帶定一個水紅色嘅 JM。最講啲前幾年嘅時間呢，有一個西亞國佢就有表示講，認真佢兩度嘅 JM 係水紅色嘅，佢唔敢帶去上課。嗰種嘅籌備嘅時間呢，一個指揮官陳時中呢，佢就特別帶定一個水紅色嘅 JM 來開記者會，係就期望。
呢，我同大家講，佢最面嘅實力無共用，無論乜嘅事，佢做定呢來保護嘅一個最面就係前後嘅最面，啲防疫期間呢，hand同大家來宣導一個新品教育嘅知識咯。或者來呢，來看到繼續來看到，人哋一個疫情嘅消息，佢啲家下呢新聞報道都講呢，主要講到咧有一件群體感染，一個群體感染都係有一層離行團，其他條呢係低於3年初5時間呢，去到廿個智利嘅片，為咗三府公主號郵輪愛去嘅片留了。唔過呢下後就一認真講，雙方有表出疫情，有人客韓國有傳言，有都有特別多武漢肺炎，故所呢其他條就一直啲美國嘅外海冇辦法來送案咯，都會差唔多新年初嘅時間呢，其他條呢將坐包機去到英國，將案件轉到對英國轉到台灣鴉片來，而呢其他條73人當中，已經有40人確定特別多武漢肺炎嘅，給其他30人也含啲追蹤當中哦，也係你咪睇下當關係咪一個案呢？那我哋其中一個案3爆93一個案哦，佢係對美國轉來嘅壓力風格，而轉來時間呢，其實呢沒有引起當到爭議哦，來看佢到底係用係來引起爭議。佢啲所表示呢，呢指揮中心就有講到嘅一個3爆93哦，一個。差唔多一個5星，也條呢係啲前一波嘅時間呢對美國轉來。唔過呢，佢啲美國嘅時間呢，其實呢主要檢測韓國有奧利度嘅相關徵兆。佢當時呢，佢同台灣呢入境呢一啲海關人員啊，佢就講誒有徵兆。唔過呢係奧利度可能係因為係是牛奶醬造成呢，佢冇清楚嘅講佢自家情況係有哪條嘅唔暢快一條相關徵兆。下後呢就要確定佢。係特別到武漢肺炎嘅，佢沿用嘅為本名譽來批評咯，就係講下後呢嘅相關嘅衛生單位就要來追查。而一個風格其實佢係已經帶到美國，已經有32年咯。佢啲32年也期間呢，將轉來台灣也查到差唔多將轉來台灣100。故所呢，佢也從以來32年都冇叫填報費。一般呢就有名譽批評講，係咪佢條啊，我對疫情嚴重時間呢，為來台灣呢來用填報，還有。可能呢會來造成台灣的防疫問題。佢針對安用的問題呢，嘅錯別時間，指揮中心就有講到嘅。其實呢，就算講一下嘅風格呢，一下可聽佢係可聽特別多武漢肺炎嘅。唔過呢，佢啲隔離期間所有嘅錢、所有嘅醫療費用都係政府來出，佢都唔會用到一般公營。用到填報嘅資源啊，就係講佢自家冇用其他優嘅其他私有方式，佢不但就具體所有人都係政府來出錢，故所冇用到填報嘅問題哦。故所呢，假使能俾佢我用其他嘅資料方法。佢就係自家來出錢，也就係有兩種方式，一種係政府公費來出，然後一種就係佢自家私費來出。唔講佢按用做法呢，也呢係係有引起爭議，有動到嘅名有係啲議論咯，也係因籌備台灣新增加疫情嘅方面。那麼呢，第二件嘅事情，其實台灣新增加案例數都冇幾多嘅，差唔多將1例啊、3例啊，冇就會5例。其實呢，睇起關係來呢，已經有一波嘅都冇超過10例案多嘅。不過呢，也係有民眾就當時講，也台灣強怕會有無症頭分炸，啲人呢殺氣都好呢，一年來去，都有可能唔都好就會催本其他人。嗰種呢也係有好渣，係個有民眾就堅扶嘅，希望講呢，也嚟台灣呢。來進行一個普遍體檢嘅方式，就會留大家進行轉來做體檢，希望你來檢出一條相關無症頭有可能社會多分扎。唔過呢，指揮官陳時中準備安年問題，佢就有講到嘅，講台灣呢也係沙期傳播嘅可能性係動大嘅。故所呢也係呢嘅指揮中心嘅防疫策略，係希望按上我來進行一個普遍嘅體檢。誒，你看到外國嘅做法係用嚟做呢？地圖可能就看到呢鴉片喺美國有一啲補棚哦，達到太補棚，嘅所有要動到查嘅都啲路空來擺啲咧，等未來採檢，也部分呢就係美國認真講，也係美國疫情真健康係動力開，嗰種呢啲要動到嘅
省啊，韩国有动动无通用的主甲嘅所在，都会有使爱用的起检站，驾驶我哋亚出去都系来进行起检，来确保身体情形系无冇问题。驾驶呢有问题，咪做嚟攞行转来做相关的资料，系为来增加一啲防疫的部分哦。唔过呢，佢针对美国欧美爱用的防疫措施嘅指挥中心，佢就有讲到嘅，也呢台湾先主要呢防疫的检验的方式，係针對一條高風險的族群來做起檢。一條高風險族群呢，可能呢就係講先前啊有同一條確診者有接觸啊，係呢講有去過呢條高風險的地區，一條呢就會攞行轉來做起檢，唔會講規個沙基都方大家見普遍來做起檢。佢指揮中心就講哦，雖然講呢台灣一下檢驗的能量還算係有啦，唔過佢冇希望講按用普遍起檢可能會對所有的醫療人員造成太大負擔。佢講啊，一下歐美啊，韓國有像西班牙、法國啦，韓國有像也係保衛1000公里開嘅英國，而家呢幾片都係醫療資源、醫療體呢算係東完整嘅國家。唔講呢，一下家條仲嘛會疫情暗嚴重咯，就係講認真家條有一下別出動到嘅一條個案，佢說呢家條醫療體呢就耐唔好，就咪造成呢疫情漸別開來。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佢唔希望台灣呢會變到像歐美國家一樣，佢說呢佢一下呢係為保持自家實力，來保持自家檢驗能量，留一條檢驗能量用啲錢是要用嘅素材哦，希望呢為用安嘅方法來做好防疫。佢除咗防疫措施嘅部分，另外再過來講到一啲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發生過後呢，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最講呢，亞下啲籌備時間呢，就有講到嘅，今年呢報稅未來增後到2年31年，佢往年呢差唔多就會對5年起始就會開始報稅喲。佢往年的期限都會到6年初一。唔過呢，今年認真講有動到企業嘛，動到民眾，認真受到疫情的影響，可能呢數年嘛，一條部分成分都有受到動態影響。嗰種呢政府就宣布嘅。外來增後報稅來看人的新聞報道。當年的5年呢，係個人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間，因為今年拄好遇到武漢肺炎的疫情，就算國內控制到很好，唔過為到唔愛報稅的時間，仍今年財政部長蘇建榮提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香港綜合所得稅申報期間將會規劃增後到6年底。有630萬的這個報稅人，可能會去，甚至有的會去臨櫃啊清查這個他的這個所得資料。是，那現在在這個疫情還在緊張的階段，這樣子適合嗎？因為國內疫情還是沒有那麼明朗，所以我在上禮拜就跟蘇院長報告，那麼蘇院長也同意的，就是我們所得稅的申報啊。從本來的5月1號到5月31號啊，通案性的延長到6月30號。另外，受到武漢肺炎的影響，有青島行業愛定合作，有工商團體就建議，營業稅應該對下5%，公量的0.5%到3%，來救就係模擬買社會市場。唔過蘇建榮講無法度。商總認為說營業稅啊，應該5%降到3%，部長你有什麼看法？降2%的話，稅損預估大概是這個1500億，它是地方統籌分配稅款很重要的財源之外，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考量的，就是說，因為整個疫情的影響，導致經濟的這個活動的萎縮，營業額減少，自然而然它的稅收稅負就會降低。自從財政部經權長宣布，喺從受到疫情隔離治療，其家隔離檢疫也就影響無法度喺法定期間內完成報稅嘅人，所以暫後唔過咩提醒講，今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頭一批退稅案件將會提前1整日喺6月30退稅，唔過民眾一定要喺5月底以前完成報稅，張做得頭一批就拿到退稅，記者吳亞儀、陳新龍台北報道。沒有按用嘅減稅減。安尼卡曼減稅措施呢，卡曼報稅措施呢，前主要呢就係講認真，一下呢疫情還係冇按清楚，就講呢疫情鏡頭定下去呢，會對台灣呢民眾嘅生活能夠有經濟發展造成動態影響。嗰種呢一下經濟部沒有提出相關嘅一條紓困措施哦，從財政部呢佢就有講到嘅，從亞部嘅認真受到武漢肺炎嘅影響，也呢已經有300間嘅飯店來申請停業，也係減少使用面積咯，受到影響。
响真係係非常嘅大。那我哋就會講，現一下外國人口都冇買回來台灣嘅其他條就冇辦法來台灣留了。故所呢一下呢，國內總共有3,580米台嘅菜，主要係一條遊覽車來申請停止使用嘅。就會講呢。一下呢，一啲武漢肺炎呢對大家成分呢，經濟都受到動態影響，故所呢。政府就董事講，一下呢家條外報稅嘅而家有辦法來納稅咯，現正家條咩可能係貨卡有不用自外來向外來示範。故所呢，政府提出應用措施，前主要就係講同大家講，一啲報稅唔做嘅申請暫後1年，我就係唔做嘅本周36期應用嘅方式來納麼。前主要嘅就希望減少大家啲報稅時節嘅負擔。韓國呢從今年呢一啲退稅呢，咪會參前一張嘢來舉行哦，第6年第時節就會留退稅金額，非本大上年，非到大上年嘅戶頭都紅嘅。韓國呢企業也部分政府沒有相關嘅補助措施哦，就係講呢假使有本員工一條防疫隔離假，然就做啲呢啲減稅嘅時節呢，做啲有2批嘅一條減免額哦，希望呢就係來減輕企業嘅負擔。政府呢會同民間企業同調價來強下捱過難關。以上呢就係因健比同大家整理嘅事態報紙嘅一條重要消息，都會健比下晝2點嘅時節，未上雄姊妹要繼續來收聽，然後向親朋友帶來嘅智慧中心清醒嘅疫情說明。